耶穌基督究竟係邊一個？佢喺聖經裏邊又點樣描寫嘅呢？我哋嚟睇下歌羅西書1章15至20節。愛子是那看不見的神之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為萬有都是在他裏面造的，無論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見的、不能看見的，或是有權位的、統治的，或是執政的、掌權的，一概都是藉着他、為着他做的。他在萬有之先，萬有也靠他而存在。他是身體的頭，他是原始，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，好讓他在萬有中居首位。因為神喜歡使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，藉着他，神使萬有與自己和好，無論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。